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，最近的过道拢有一寡雷公雨和全台天气是湿谷兼湿，不少乡亲的皮肤开始出问题。有皮肤科医师表示讲，最近的接触性皮肤炎的患者增加差不多3成，有的人咬甲呢已经变胖受影，慢性病患者更有可能引起败血症。 但雷公的声音轰轰叫，这阵马若过道日头就闪起味，大雨嘛落甲真大滴。 规个脚趾片一搭一搭红点，袂输去浸泡。脚肚若无料地真呛，撩落去搁较呛。若了破空喙，搁会感染芳臭性组织炎，整个面躯。穿衬拖、穿球鞋，雨落甲真大孔，毋管什么鞋都拢无效。 但个湿热天气，互民众的两只脚真歪歪，佮感染皮肤病。医生发现最近过到了雷公雨的天气，和接触性皮肤炎、生热啊、慢性感染、三大疾病患者人数增加3成。那我们知道皮肤疾病啊，最怕就是烧抓。那刺激之后呢，皮肤有伤口，就有细菌感染。最常见的感染可能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，就会造成皮肤产生所谓一个蜂窝组织炎，甚至所谓这个单独，甚至更严重的情况之下。 败血症情况都容易产生。即马会知影，嘛是热到规身躯冻干。气象署讲，伫咧离世才未落雨进前会较湿，高温热到35度。即马到17号，中南部过道嘛是落雷公雨，18号到20号，雨会上搁较大降。 比较偏向是台中以南的这个区域呢，天气的变化都会比较多一点。适逢年度大潮，那年度大潮这段期间呢，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这种持续不断的降雨，一波一波的进来的情况呢，可能会有些积淹水的状况。气象署讲，18号到20号的落雨量，有可能发布较大规模的大雨预警。天气乌阴，爱加注意天气变化，出门嘛要记得早雨伞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